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即届521的连假，国道5号塞将近30点钟。这个塞车是驾驶人上大恶梦。中华民国运输学会理事长林良泰建议政府用预约的制度，让民众家己上网来登录到出发的时间，而且来调悬到差别汇率到10倍，安尼民众就会考虑来换走替代的道路，也就是改坐大众交通工具，来解决到大家塞车的痛苦。为交流道塞到高速公路袂输是大型停车场。521连假出去佚佗，真个民众拢有塞到车。交通部长林佳龙一句话嘛引起争议。做一个聪明的用路人，能够趋吉避凶。因为疫情的影响，运输协会有统计，今年521连假车流比同期增加20%。国道5号经要塞将近30点钟，唔知要安怎做较好。过2个5月是中秋的连假，专告提出解决的办法。所有的交通主管机关真的要考虑预约的制度，让民众自己上网来登录他预计出发的时间。专家讲，应该让民众用车牌号码上网络注文，安尼上国道进前有注文的车辆，交流道就使优先放行。搁要调悬差别的费率，像取消20公里内免费，而且每1公里为即卖1.2调悬做10块，加算呢，为台北到宜兰差不多65公里，行国道5号加通行费可能都要780块，过使提悬高生财管制，为本来5点钟悠长到8点钟，让民众行大体道路，真正做一个聪明的驾驶人。